收睇 Travel by Ice 頻道。今集我哋衝出亞洲，去到一個神秘嘅國度埃及，去睇下幾千年前古埃及人遺留落嚟嘅遺跡。如果你中意我嘅影片呢，記得按讚同埋訂閱我嘅影片，等我可以分享更多旅遊嘅資訊俾你。疫情之前呢，喺香港係有直航去埃及，但係依家呢，去埃及呢都需要轉機，可能喺阿聯酋或者卡塔爾嗰度轉機。所以今次就選擇咗喺廣州出發，搭埃及航空直飛去埃及。喺廣州出發飛去埃及大概需要12個鐘，回程嘅話呢就需要9個鐘左右。提提大家啦，埃及係伊斯蘭國家，咁佢大部分呢嘅居民都係穆斯林，所以你唔俾帶豬肉入境嘅，包括罐頭午餐肉啊、豬肉乾啊、肉鬆等等呢一啲都唔可以嘅。埃及咧好多地方咧都淨係接受現金，但係咧景點嘅門票基本上一定要用信用卡，所以咧建議信用卡同埋美金咧都要帶去。另外咧用美金換埃及鎊嘅時候咧唔適宜一次過換太多，因為你會帶好多錢出街就唔安全，所以建議每次大概就兌100至200蚊美金就 OK 啦。同埋值得注意嘅係，埃及呢度咧對美金嘅要求咧都比較高，最好比較新嘅美金佢哋先會接受。如果上邊有塗鴉或者有折痕咧，佢哋都好大機會係會拒收。大家可能都有疑問，去埃及安唔安全，會唔會俾人偷嘢？咁我去咗2個星期，咁就算喺景區入邊咧，雖然人多，但係咧都唔會俾人偷嘢嘅。前提係可能你要將個袋擺喺前面啦，然之後確保嗰啲拉鏈一定拉得好，同埋經過呢2個星期同當地人嘅相處，其實佢哋都好友善。飛機上面咧提供一次性嘅用品包，有牙膏、牙刷啦、耳塞、眼罩，仲有襪，可以俾大家剝咗鞋着住對襪就舒服啲。埃及航空咧係暫時我見過提供最多餐飲選擇嘅一間航空公司，佢嘅飛機餐咧大概有10幾款可以揀，有海鮮啦，有中東口味啦、清真啦，就連素食咧都有大概4、5種嘅選擇。咁我去程嘅時候咧就揀咗一個全素嘅素食餐，咁所以咧見到真係好素，除咗菜之外咧基本上就冇其他嘢啦。雞蛋啊同埋牛奶都冇嘅，因為我見到隔離咧係正常餐嘅話咧，佢哋係有奄列啦。味道咧係正常嘅味道，冇話特別好食，亦都冇話特別唔好食，但係佢嘅份量係足夠嘅。相信大家都好關心去埃及需唔需要簽證。而家如果拎住香港或者係澳門嘅特區護照咧，都唔需要簽證。落咗機之後咧，就填咗呢一張入境紙，就可以直接過關。佢就會直接喺你個 passport 度吸印，咁你就可以逗留90日。如果咧嗰個職員叫你買落地簽證咧，一定要同佢講咧，你呢一本護照係唔需要，因為唔係每一個職員都清楚邊一本護照可以免簽。而台灣嘅護照咧就係需要申請落地簽證，現場咧就俾25蚊美金去買嗰個簽證就可以啦。雖然而家漫遊咧好方便，但係都建議咧喺當地買一張上網卡，因為用翻當地嘅電信商上網咧，信號會好好多。同埋咧，佢有啲 package 咧係1個月有20 G 嘅 data， 圍翻上嚟咧都係大概50蚊港紙。喺市中心嘅交通咧可以用 Uber， 咁用 Uber 嗌車咧可以用信用卡俾咗錢先，或者咧直接去到目的地咧再俾現金司機都可以。如果搭 Uber 咧，司機係唔會問你攞小費。咁今日除咗介紹嚟埃及嘅注意事項呢，咁我哋仲會介紹埋埃及博物館。
咧就見到咧裝飾喺金字塔頂部嘅奔奔石。埃及嘅博物館咧有好多大型嘅雕像，所以咧佢哋好少咧會攞塊玻璃去圍起佢哋，但係咧都唔可以用手去掂佢哋嘅。呢度係一個雕像嘅展區，呢啲雕像咧全部都係喺發掘嘅過程揾到，然之後再運過嚟。但係有更加多大型嘅雕像咧係要親身去到神廟先會見得到嘅。跟住我哋就上去2樓啦。2樓咧就有圖坦卡門嘅黃金甲面。埃及新起咗一個全世界最大嘅考古博物館，就係吉薩金字塔群隔離，而且佢而家咧已經對外開放，而且可以買飛入去參觀。咁我哋喺稍後嘅影片咧都會為大家介紹翻呢一個博物館，所以如果大家要嚟睇圖坦卡門嘅假面嘅時候，可以上網查下佢仲係唔係而家呢個博物館，定已經轉咗去大埃及博物館。咁咧超多人入去排隊，因為好出名啦。但係入邊咧唔俾影相或者係攝影嘅。第2層咧仲有好多木乃伊，佢哋就全部擺晒喺度。然之後呢對黃金拖鞋咧就屬於圖坦卡門嘅。